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乾燥，各區嘅相對濕度普遍降到60%或以下。而今日比起尋日暖啲，天文台朝早錄得最低氣温17.2度，新界地區普遍只有15至16度。而日間天氣和暖，最高氣温升到21至22度。咁轉睇下，11點鐘氣温係18度，相對濕度66%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市區最低氣温大約係16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最高氣温大約係20度。展望隨後幾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轉睇下。美國嘅芝加哥市受到一個低壓區相關聯嘅暖風影響，禮拜二嘅氣温會顯著偏高，日間氣温會升到攝氏16度左右，比平均高出大約17度。不過温暖嘅天氣並唔持久，當低壓區橫過芝加哥之後，天氣會再次轉為寒冷。咁喺當地時間禮拜3嘅清晨，氣温將會開始下降，並且間中會有雪或雨夾雪。而本週中後期會轉吹北至西北風。禮拜5清晨最低氣温會進一步下降至零下9度左右。不過最高氣温仍然有大約3度，接近同期平均水平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紐約明朗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落雨；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落雨，洛杉磯驟雨；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；上海多雲，北京天晴；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；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。曼谷大霧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驟雨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多雲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天晴，惠靈頓天晴，奧克蘭驟雨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大霧，卡拉奇明朗。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